时间将近要日头，老阿公啊，这时茶嘛抾好啊，担两大担，已经行要到厝。嘿嘿，安尼就免烦恼煮饭兄火无茶通用啊。人先行为后门去，甲火柴加石头啊收归位，连面就去看食饭桌有啥通食。煞无煮，哪会安尼？人外去听呢，就看到阿婆啊摕伫椅仔顶在喘气，神抖抖的形，心内烦恼，随时就问：当是安怎？你才会伫遐直直喘？阿婆应讲：就去摸一粒桃仔转来。阿公阁问：摸一粒桃仔有才调喘甲安尼？阿婆应：伫门口埕，你家己看。阿公啊行到门骹口，随着看到迄粒桃仔，踹一条，倒退3步，险跋倒，喙讲：哪会遐大啊？当水某诶，这要安怎较好？阿婆哪行来门骹口，哪应：我就知影你会着惊，我嘛是毋知要安怎处理，才得等你转来要做伙参详。两个人相像，搁做伙看桃仔，搁相像，搁看桃仔，毋知要安怎。雄雄听到一声腹肚咕咕叫的声，阿婆啊笑笑啊甲阿公讲：枵啊吼！阿公啊歹势歹势，手搔腹肚，笑咧应讲：人送落来，煞枵起来。阿婆讲：我忝甲毋知通煮饭，无咱来甲即粒桃仔刣刣咧，先煮枵一下好无？来，你来甲我斗阵去食饭桌。两个人就安尼，一人一边，桃仔零咧，嘿咻嘿咻，行到灶骹，甲桃仔踩伫桌顶。阿婆啊摕一支刀，要互阿公啊刣。阿公甲讲：这支伤优秀啦，摕上大支的迄支来。桃仔摕着，刀就扑落去。桃仔肉正经有够芳，拄破一瞬尔，已经闻着桃仔味，喙内酸生甲拢喙烂，紧吞落去。刀挺刺咧，当要出力搁破落去的时，雄雄听到细细声的哭声。阿婆啊问：你敢有听到？应讲：有呢，介生囡仔在哭。两个人即阵搁听到通通通的声，声介像是为桃仔遐来的，哭声愈听愈明，通通通，嘛愈来愈大声。阿公啊心内摇疑，甲阿婆啊讲：敢讲这桃仔内底有囡仔？阿婆啊应讲：无咱两个来甲桃仔掰开看觅咧。桃仔掰开，两个人四支手无用刺刺，做伙掰迄粒桃仔。雄雄劈一个，桃仔二做两边，内底真正藏一个红婴仔，双骹双手亮咧亮咧，大声在吼，有生烂鸟仔，是一个活跳跳的查某囡仔。阿婆啊欢喜甲要着跋，哪笑哪流目屎，讲：这一定是天公伯啊疼惜啦，要赐咱这个后生。嘛毋管囡仔规身躯去互桃仔接过甲黏贴贴，连面就甲囡仔抱伫胸前甲搭。囡仔去互阿婆抱咧搭了后，凡说是感觉到有人关心，有人惜，
嘛无阁继续哭啊，目睭四界看，介先感觉桃仔外口的花花世界介深色安尼。即阵阿婆啊甲阿公讲，莫像迄柴头仔菜伫遐，你紧去烫树向一领大领的布巾仔来，通家包咧，我惊伊寒着。刷了就去乡赶烧水，然后甲我叫，紧甲伊洗洗咧，伊会较爽快。阿公啊应一声哟，随着叮当，代志交代煞。阿婆啊挖头，目睭金金掠婴仔钱，甲囡仔讲：你目睭大蕊圆滚滚，鼻仔生做零零零，喙角翘翘哪零角，大汉一定戒烟头。哦，喙齿已经翻2支呢。愈看愈古锥，愈想愈可爱。过无偌久，就听到牵手的在咻，又阁是撞来撞去，无用气气。超切一阵仔了后，代志总算是拢款顺时。老公婆仔又阁枵起来，两个人甲囡仔抱咧，我去饭桌仔遐看迄两边桃仔。讲起来嘛介奇怪，桃仔缀一个婴仔，桃仔肉煞介正常，甲一般的细粒桃仔抬起来同款，就是加真芳。因翁仔某看迄桃仔肉黄润润，水分饱甜甲会四金光，芳开呛片空，腹肚阁枵甲会单雷公，喙烂早就毋知影吞几喙落肚。老阿公先出声。无，我先来试一喙仔看卖咧。汤匙仔摕咧，较一撮仔囝，就下落去喙里，步步咧吞落去。阿婆仔是一直真斟酌地观察阿公仔试食，看阿公仔甲桃仔吞落去，家己嘛对咧吞一喙喙烂。过来，就看到阿公仔担头仰天，目睭刻刻，目屎刷直直流。迄落表情，几十年前阿婆仔捌看过一遍。迄时，桃仔拿的桃花开甲真青颖，花叶梨花，互春风吹甲满天迎迎飞。就是迄当阵，阿婆仔伫桃花树骹答应要和阿公仔斗阵一世人。阿公仔的面仔，就是即落表情。是桃仔。顿一个了后，阿公仔甲目屎花掉，继续讲：是足好食的桃仔。阿婆应：是偌好食，互你感动甲安尼？阿公应：食看卖咧，你就知。阿婆赶紧挖一汤匙，放落喙，豆豆仔剥。即时，阿婆仔的表情嘛变。若准讲，敢若用片的，迄香味亲像坐伫门骹口纳凉的时，秋凊的风。剥落去的时阵，煞亲像光烈仔风，伫喙内夹袂停，甲家己对香味的人物夹做一伙，拢总烟了了。一世人毋捌食过遐好食的物。两个人转一喙煞一喙，直直食，一直食甲食袂落去，手甲喙才停落来。到即阵，才想到囡仔拢无食，感觉真歹势，赶紧用汤匙仔较桃仔食饲婴仔，婴仔嘛无反抗，反势是一直住伫桃仔内底，早就惯死即落气味，就一直食甲饱才毋食。囡仔食饱，就开始拄久，阿婆仔就甲抱去眠床顶互倒咧。囡仔困神觉，真紧就困甲足落眠。到当，因翁仔某总算是无用到一个坎站，有才调坐伫厅里下2喙仔烧茶。
有够无用，有够无用，毋过嘛有够欢喜。阿婆仔先开喙，阿公应讲，嘿啊，今日加一个囝，咱有后生啊。阿婆佫讲，咱要甲号啥物名？阿公仔想想咧，讲火用好无？互咱香火旺旺旺。阿婆仔应讲，呾这啥物时代啊？甲号一个较雅气的名好无？阿公仔想想咧，佫讲，无，凊彩咧，互伊以后生活拢免烦恼。阿婆仔应，咱嘛无啥钱，日子毋是过得逍遥佮自在，佮想看觅咧啦。刷落来的天数、文祥、金旺、金水、志明，阿婆拢无同意。阿婆想讲，过伊遐久啊，拢毋知影伊号名的算术遮尔歹，我若拢无来提意见，等下去号着我无介意的名，代志就歹收煞。讲既然囡仔是为桃仔出世的，甲桃仔晓缘，咱来纪念这件代志，嘛互伊毋通袂记得伊的出身，咱甲号做桃胎。谁知阿婆仔话敢若讲到一半，连第三条都还未撇落去的时，阿公雄雄真强势插喙，好，咱就甲号做阿龙，就安尼。阿婆毋知阿公心内有啥物袂当讲明的因端，雄雄就要甲代志安尼决落来。毋过从少年时，伊就真介意阿公即落气魄。当初伫桃花树骹，嘛是煞着伊即落气魄，才决定要嫁伊。佮再讲，阿龙即个名好叫、好听，佮好记，嘛无啥物理由通佮反对。应讲，好啦，拢随在你。讲话声带淡薄仔塞奶。这时，阿公仔为椅仔爬起来，伸手甲阿婆仔为椅仔垫扭起来，讲：行，咱来去看阿龙困着死死无？凡说是想着少年时当得恋爱的情景。阿婆仔互扭起来了后，顺势就揽起阿公仔的身躯，面仔小可仔红红，讲话的口气阁愈塞奶。这嘛拢随在你啦。阿公仔嘛真自然甲阿婆仔的摇揽咧，两个人就安尼做阵行去房内。这暝，因翁仔某一人困一边。阿龙困中央，两人平静的生活，搁再来加一个囡仔，一定加真闹热。人生嘛，搁加一个愿望。两个老公婆手牵手，心内感激搁欢喜，微微啊笑。无用几工，已经介忝，无偌久，因两个就拢困去啊。大概这就是幸福的滋味。